我個名就叫容學一啦，今年14歲，平時鍾意打機，最鍾意嘅嘢食就係雞翼，所有味嘅雞翼都鍾意食嘅。我所患嘅疾病個名係叫 DMD， 就係一個會令我肌肉萎縮嘅疾病。因為我知嗰陣，我覺得佢對我影響唔係好大，都多咗啲覆診期要去嘅，嗰日就要請假咯。通常都係 skip 我想上嘅堂讀學。因為我肌肉會萎縮啦，就會令到我條腰有時會痛，就做嘢要慢啲咯。平時都係媽咪同我去覆診嘅，過程就都幾辛苦嘅，因為又要轉車，有時醫院就 call 到車就冇咁唔方便咯。細個抽血嘅次就少啲啦，就所以冇咁習慣啦，就好驚啦。抽血次數都多咗，所以慣咗都唔驚。我適應嘅方法係順其自然啊。我喺學校最鍾意嗰個活動個名就叫機甲大師啦。佢嘅玩法就好似塔防，即係好似 LOL 咁咯。啲車就係自己砌嘅啦，又有無人機，同埋又係競技類嘅咯。感覺就係覺得好開心啦，同埋好放鬆。我就參加過2次嘅個比賽，我就第一次比賽攞個金牌，第2次都係攞咗個金牌。我有個目標就係可能做個建築師啦，因為我見到好多地方嘅斜路可以設計得更加好。唔好驚人哋歧視你，所以去減少咗你自己出街同埋社交嘅機會咯。如果你可以生存到100歲啦，但係唔去做啲精彩嘅嘢，就會唔開心咯。所以我覺得生命係要去做啲精彩嘢。